讲到最近，这电动车是愈来愈多电动车的事故，救灾也变做是种新的问题。韩国的这个消防局最近来到高雄考察交流，因对今年新引进的电动车紧急插座加拍火毯啊等设备，感觉真新奇。另外，台湾也有一寡创新的做法，两个国家消防员大家互相交流。要插电，这没有，这是充电。对，这是充电。绿色的是出口。台湾的消防员向韩国的消防队介绍这几项消防设备，因拢感觉真新奇。其中就是今年才引进紧急插座甲拍火毯，主要是运用伫电动车事故救援，除了会当甲电动车断电，让消防员救援时较安全，避免爆炸危险。现场的韩国消防人员对上新的电动车救灾设备拢感觉真特别。上新的电动车的一寡设备，包含拍火毯啊，以及迄个紧急的电源的插座，还有阮的底部的标志，这三项可以知影一下。高雄的新兴消防分队除了展示电动车救灾装备，这个放伫队员名称边的机器是叫号机，会当伫半暝时阵利用灯单独甲执勤的人员叫起床，安尼较袂影响到其他的人。另外，阁有这条照明的锁啊，会当伫较暗、烟较济火灾现场指引消防员出口逃生的方向。红色的是向外口的。意思是讲，咱消防人员若是讲要撤退，咱会当照这个红色的光线来往外做逃生。叫起了，咱会当单独把需要出勤的这个动力叫起来就好啊。所以对消防人员是一件足大的帮助。韩国消防人员这摆是专工来台湾做交流，对一寡特殊器材甲创新做法拢真好奇。两边交流甲分享，希望会当提升两国的消防救灾知识。记者钟宇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